来关心停办40档的新竹县北部峨眉啊个宝山的大爱三乡运动会，即马准备伫今年的11月底要恢复举办，而且盛会仪式是选伫北部的朱田宫做起点来点导盛会。 伫北部信用中心朱田宫点着盛会，三乡镇的乡长再搁甲盛会传予学生代表，宣布已经停办40年的新竹县大爱三乡镇运动会要恢复举办。主办单位宝山乡长讲起过去，满满拢是回忆。在40年前就参加过我们的这个大爱三乡运动会，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让我们的这一个客家文化。 经由今天的圣火点燃，让我们的客家文化更猛烈、更熊熊的烈火来燃烧全台湾。客家委员会副主委周江杰指出，客家有南着对北大爱，着对运动会进前嘛是停办了后，搁恢复。透过运动会甲活动，希望让更较侪人有机会来了解客家在地人文。 体验新竹县的好山好水。透过运动会的形式，能够让各个外地的朋友们能够有机会来到浪漫台三线所在的这个北埔宝山峨眉这个大爱三乡这个地方来，能够了解我们在地的历史人文的故事跟文化。11月25开始的运动会，除了有各项的运动比赛，更有趣味的活动以及客家庄市集、甲客家剧团表演。 未来会由三乡镇轮流举办文化节，加强乡镇之间的合作参交流。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